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這個胡適現在可以說叫特朗普式千真萬確。今天的走勢再次驗證了咱們這個判斷。今天4月1號啊，不是愚人節，雖然是愚人節，但是胡適走的還是可以，叫看門紅，沒有糊弄忽悠廣大的金融消費者。截至收盤，四大指數全部收漲，滬指是漲 1.46%， 深成指漲 1.7%， 創業板指數漲 1.96%， 北證50指數漲 2.39%。 滬深兩市成交額剛剛破2萬億，成交量還是一般，雖然比上個交易日多那麼一點，但是還是在2萬億。什麼說明金融消費者也是被特朗普給忽悠怕了，既不敢買也不敢賣，你也不知道他明天要說啥，萬一你現在賣，他明天再放個利好還得漲，你要補倉，他明天說不定来個利空，這個局勢又發生逆轉，來個暴跌。所以說正因為特朗普琢磨不透，所以說很多金融消費者恐怕也是減少了操作，這叫惹不起躲得起。今天全市场也是涨多跌少，4495家上涨，887只個股下跌，但是金融消費者他很難開心起來。就這種格局，雖然漲的家數不少，但是真正散戶賺錢的很難開心起來。另外一個，為什麼說是特朗普式？那是因為特朗普又說了一些緩和的話，即便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沒有通行，即便跟伊朗沒有協議，他也有可能宣布撤軍。那這市場一下就解讀為這是利好，特朗普要收手了。不光是咱們胡適，全球市場都被特朗普所操縱。特朗普在畫 K 線，日經指數收了5點幾，韓國指數大漲8%，我看那個好像美股也漲了3%。你這麼看，這個滬指漲1%，還比較克制，主要是前2天人家跌，它沒跌得少，那它自然就漲得少，這叫任性，這叫獨立行情。這就是胡一金老師說的獨立行情，別人漲得多，那你就漲得少；別人跌你就不跌，或者跌得少。既然是特朗普行情，那大家就要注意了，因為特朗普說明天早上，北京时间應該是早上9點，特朗普號稱有針對伊朗的重要新聞發布，所以大家就要賭了，是利好還是利空？這特朗普要說啥？要是利好，那肯定是高開，說不定往上衝一衝；要是利空，那也可能低開，把今天的漲幅全部抹掉，還不夠3800見吧。所以我說，這個中國的小散戶韭菜是最慘的，你買個股票，你還要考慮這個人。特朗普這個變量現在居然是主要的變量，防火防盜防特朗普。3月份這個胡適總體上是下跌的，3月份的走勢讓專家機構開始迷糊了。以前都是單方面看多，一致看多，現在機構稱 A 股市場或繼續維持震盪。新浪證券報道說，光大證券表示，儘管美伊都發出結束衝突的信號，但因此前雙方已出現過多次反覆無常，且全球油氣供應危機已爆發，市場預期仍較為謹慎。地緣衝突導致的經濟變局連鎖反應下，短線市場或繼續維持弱勢震盪，需等待地緣因素進一步緩和的確切信號。東吳證券認為，當前地緣政治格局具備高度不確定性，採取平衡配置的思路更為穩妥，建議以泛能源加科技縮圈對沖。不管什麼策略應對，都不如這個咱們圍觀更好。就不參與，就看熱鬧吃瓜，沒有任何負擔，不受特朗普的擺布。不過今天我看到一個消息，似乎不是太好。什麼消息？全球軟件巨頭甲骨文於當地時間3月31日凌晨向員工群發郵件，宣布啟動新一輪大規模裁員。多名收到通知的員工在社交媒體上披露，郵件措辭直白，說在認真評估甲骨文當前的業務需求後，我們決定取消您的崗位。今天是您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據多家媒體報道，此次裁員覆蓋美國、印度、歐洲等多個市場，波及工程、雲服務、技術支持等部門，受影響崗位達到3萬人，約佔其全球16.2萬員工總數的18%。其中，印度市場據傳有1.2萬個崗位被裁撤。這個怎麼說？反正跟人工智能都有關係。你看這麼大面積的裁員，
這一裁18%，這可是甲骨文，曾经一度传出要收购这个 TikTok 的。你说他没钱吗？好像不是，他就要砍掉3万个岗位，这仅仅是个甲骨文。你再说一说，再说呢其他的科技公司，一个无就业繁荣。在过去的12个月内，甲骨文此次裁员单属科技行业单次裁员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在这之前，英特尔2025年4月裁员2.5万人，亚马逊2026年1月裁员1.6万人，微软2025年7月裁员9000人，黑石2026年2月裁员4000人。你要知道，这些裁员这些岗位都是不錯的，都是高收入啊，都是讓咱們足以羨慕的。這個985什麼211畢業都想去這種單位的，恰恰這些偏偏是重災區啊。你看美國的這些科技企業在裁員，這個你很難說不波及到國內，什麼阿里、騰訊、華為，理由都一樣。所以這個摩根士丹利啊，3月份發出了罕見的預警，說2026年上半年一場大多數人沒準備好的 AI 巨變即將到來。摩根士丹利認為一場大規模的 AI 突破即將在2026年上半年到來，而世界上大多數人和機構對此並未做好準備。它這個巨變，一個是這個 AI 導致電力危機正在扼殺建設進程，這場智能爆炸伴隨着殘酷的基礎設施制約。摩根士丹利的智能工廠模型預測2028年美國淨電力短缺將達到9至18吉瓦，也就是相當於現在還有20%的電力缺口。當然這個咱就無所謂了，最主要是就業崗位消失。摩根士丹利說，經濟衝擊波不會止步於基礎設施。摩根士丹利預測，變革性 AI 將成為強大的通縮力量，因為 AI 工具能以人類工作成本一小部分複製人類勞動。摩根士丹利表示，高管們已因 AI 效率而開始大規模裁員。OpenAI 首席執行官奧特曼走得更遠，他設想僅由1至5人組建的全新公司就能擊敗大型的現在的企業，就是你一個企業1000人、2000人，到時候人家一個5人公司就能把你擊敗，根本就不需要那麼多人。那你說就業怎麼辦？該報告還引用了這個其他的專家觀點，認為遞歸自我改進循環，就是 AI 自主升級自身能力，最早可能在2027年上半年出現，也就是 AI 可以自我升級。摩根士丹利的結論直白而嚴峻，當今世界的硬通貨正在變成純粹的智能，由算力和電力鍛造而成。這場爆炸來得比幾乎任何人準備的都要快。這個預警是摩根士丹利向機構客戶發布的內部報告，也就是這個 AI 帶來生產力、生產效率的提升的同時，幹掉大部分的工作崗位。而且摩根士丹利認為這個進程比我們想象的要快，給我的感覺就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你再配合上這個甲骨文一下裁掉20%，這什麼概念？所以牛馬這日子是越來越難。所以作為牛馬，應該看好你拿身體換來的錢，8小時、10個小時，辛辛苦苦攢一下的窩囊費，不能讓人割了。未來3-5年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最痛苦的是什麼？最痛苦的不是沒有錢，是你30萬放在胡適，他打了7折，對吧？被套30%，變成20多萬、21萬。你說沒錢嗎？他有，在胡適，對吧？交易日可以提現，但是你那錢不好花，你每提現1萬塊，那就相當於是多少啊？實際上是13000，你買什麼東西都比別人貴，這個日子不好過啊。說到就業，那我們再看看這胡錫進老師，他今天難得的開始陰陽怪氣的開始給人感覺有點像唱空經濟。為什麼這麼說？這胡錫進老師他今天發了個微博，居然批評及國有企業。在盤們們看來，你批評國有企業那就是在唱空。國有企業批評咱們批評，你說還說得過去，但是胡錫進老師批評國有企業，那味兒就不對了。他是這麼說的，胡錫進老師啊，他說今年頭2個月全國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只增長了0.2%，是過去幾年最低的。他這個是轉發新浪財經的一個報道，新浪財經報道是1到2月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125655億元，同比增長0.2%。那這個增速跟 GDP 比是吧？你這所有的增速你要跟 GDP 比，咱 GDP 是5%或者4.5%，你這個增長這0.2%，那就拖了後腿。1到2月這國有企業利潤總額6266億元，同比下降2%。那不僅國有企業利潤不僅沒有增長，還下降了2%。國有企業應交稅費
10932億元，同比下降2.3%。你看净利潤下降2%，給國家交的稅下降2.3%。同時2月末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65.4%，同比上升0.5個百分點。國企賺錢，淨利潤少了，交的稅也少了，跟去年同期比，負的債還多了。你說這個，反正總之你就是不懂財務知識，你聽着這個感覺不是好事，有點不對了。這屬於唱空。胡锡進老師在這個上面做了個評論，發這個消息，他評論他說老胡查了一下，沒有全體民企的統計，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全體統計，這個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咱們這個 GDP 統計，咱們這個工業什麼數據統計都是統計規模企業，就是一定規模的。你那一年或者你企業一共3萬塊錢的營業收入，這就不在統計範圍之內，沒法統計。統計的都是比如說2000萬以上或者200萬以上的，叫規模。胡锡進老師就說了，沒有全體民企的統計，但比規模民企數據可是差得多。也就是說，胡锡進老師說，國企這個數據比規模民企數據可是差很多。在經濟總體向好的大形勢下，這個問題值得重視和反思。你看讀到這兒，你發現胡锡進老師，你看感覺這個好像又上路了，對不對？人性的光輝又隱隱約約要出來了。你看他認為这個，你看國企表現沒有民營企業好，這個應該反思。結果胡锡進老師就剛起了個頭，又縮回去了。他怎麼反思？反思要反思，但是他反思的又不對了。他說老胡想說，國有企業要多實事求是，集中精力做好主業，勇於開拓創新，做大做強。為此，少開點非業務的會吧，少忙些寫報告交材料的行政流水吧，少些檢查和圍繞檢查的各種作秀吧。這些不幹沒錯，越幹越錯的評價和對待吧。國企的幹勁兒和積極性需要真正釋放出來，那裡需要鼓勵和容錯，杜絕表演式忙碌。國企的管理應該以效益為導向，經濟和社會效益同重。在我們看來，這胡锡進老師是不是調調變了？怎麼開始唱空了？批評國企了？這個不是咱說的，對不對？這胡锡進老師說的。我記得我有一次一個節目是半月談報道的，這個“15五”規劃很多縣基層單位編制規劃呀，不是外包嗎？完了這個完全就是胡亂抄的，錢花了，那編制那玩意100頁裡面就2頁需要的，鋪張浪費。大家還記得那個節目？結果我看有個留言說，你淨說國家的不好的地方，那你怎麼不搬走？你不移民？怎麼不去美國？這我就不好說了，我就無語了。但我本來想把这個话我要傳給半月談的，但是我聯繫不上呢，我也沒這個路子。我也準備給半月談說，你既然老說國家不好，那你怎麼不移民？半月談你怎麼不搬到美國去，變成白宮的半月談？我只讀半月談的報道，慢慢的看不過去。那胡锡進老師開始說國企不好，朋友們如果有什麼不開心的、想不開的，你就找胡锡進老師理論，讓胡锡進老師搬到美國去，移民到美國。慢慢就這樣，你只要一批評或者一說這個不好，他馬上就是那你不好，你為什麼不出國？你到國外去唄。照這個說法，那胡锡進老師和半月談他都得搬到美國去。盤星有的時候顯得蠢的可愛。我剛才說了，胡锡進老師他原以為他突然靈光一現，悟到了是吧？民營經濟、國有經濟這個問題，結果他說了半天，說國有企業這個形式主義、浪費、作秀、不幹活。這胡锡進老師說的也沒錯，但這是表象。表象什麼意思？就是表現，你就把這胡锡進老師說的這表面現象都解決了，他就能好得起來嗎？那病根你沒治，你就治這個表面的。這國企幹得不好，其實不是什麼材料寫得多，報告寫得多。一個企業幹得好，他也可以材料寫很多，報告寫很多，形式主義流程沒毛病。實際上這個跟企業沒有什麼必然的關聯，也就是說大企業病，國企央企就是大企業。大企業病哪個企業都有，就幹大了都一樣。你比如說微軟或者谷歌這麼大一企業，它沒有大企業病嗎？你所有的報告你往上交，你不得也是层层審批，對不對？一個流程下來也得要7、8天1個月，大企業不都一樣嗎？层層批嗎？那你企業大了你不這麼管怎麼管？我這個不是為國企辯護，我說像這種大企業它報告多 PPT 多，這種程序長，這也無關緊要，核心是你有沒有競爭力，核心你這企業是麻黃，還是我有自己的獨門秘技，我有護城河，我有我的核心技術，
還是說你是靠一個牌照，國家給你的壟斷？哎，這個行業別人不能幹，只有你一個人幹，就把這分清楚。還有跟這個管理形式有關係，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国有企業的董事長，他对誰負責？把这也搞清楚。如果这個企業就是他自己的，那他每分錢都花的肉疼，他都要覺得每花一分錢都要出效果，出不了效果的錢堅決不花。你這些管理層想拿高薪可以，年薪8000萬呢，沒毛病，但是你得帶來80億的收入利潤。民營企業就這麼幹嗎？好了，現在出來一個萬科這樣的企業，萬科你說它是國企還是民企？你說它民企，人家大股東明明是深圳國資委，你說它是國企吧，它掌舵管事的卻是管理層，不是大股東。但是不是說現在3年前，那你說这些所謂的職業經理人，這公司又不是他的，他給每個人的工資都是高的時候8000萬一年，一個董秘上千萬的年薪，董秘這活我幹過，我跟交易所、跟證監會、跟券商、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這經常打交道，幹着董秘的活，回復交易所的問詢函，回復交易所的各種材料、公告，披露公司的信息，這麼個活年薪800萬，那我也願意。那反正這企業不是我的，那就分唄，那就花唄。所以你看，現在網上傳言啊，說要萬科的管理層退錢，把以前的高薪還有那些績效、那些獎金要退，這個也說得過去。當然，這是很多國企共同的毛病之一，但不是所有。所以說，胡錫進老師一批評，你批評的不對嘛，對吧？這叫隔水搔癢。胡錫進說，在全社會輟力奮發的時候，0.2%的增長實在說不過去，它所對應的不可能是什麼值得驕傲的正確性，這個數字更值得查找並發現問題。老胡誠懇希望調整會很快出現，國企頭2個月低效是一時的，其雄風很快就將重現。我以為胡錫進老師把這個蓋子要揭開了是吧？正要揭的時候，突然發現錯了，矛頭一指到這國企的作風上面。很遺憾啊，實際上大家也注意了，如果國企的增長是這麼不盡如人意，那所有的民企、規上民企表現好，胡錫進老師一定是隱瞞了些啥。以我在1月份的數據，我記得2月份我沒有去查啊，懶得查。1月份就是國企、民企是就是國企是增幅是比較小或者是下降，民企基本上是保持一個不增不減。誰增長呢？1月份規上工業增長是外企帶來的，我記得咱們做過節目，胡錫進老師不敢說。我們再看胡錫進老師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關於中東局勢，胡錫進老師又發了好幾個微博啊。我感覺總體核心思想就是中東局勢的定海神針出現，中東局勢的最大贏家也出現了。是誰咱就不說了，反正胡錫進老師就這意思啊，曲里拐彎呢。胡錫進老師這麼說的，他說周二晚上傳出重磅消息，說巴基斯坦外長跟其他國家一個外長就海灣局勢共同提出5點倡議。這5點倡議什麼？立即停止敵對行動，盡快開啟和談，確保非軍事目標安全，確保航道安全，確保聯合國憲章首要地位。好，這胡錫進老師他的點評，他說巴基斯坦一直在斡旋伊朗跟美國的關係，也就是在伊朗和美國之間傳話。這個確實是現在基本上就是巴基斯坦希望在伊斯蘭堡雙方能坐下來談談，但是現在双方不是一個伊朗不承認，伊朗說只有遞話沒有談判，就是傳遞消息。美國現在說愛談不談，但你不談我就要撤軍了，這也挺尷尬的是吧？這胡錫進老師他就分析，他說這個巴基斯坦畢竟小了一點，影響力有限，所以巴基斯坦就把5常之一某個國家邀請進來，那就得到了一個靠山，對不對？分量就众多了，所以巴基斯坦腰桿就更硬了，在美國和伊朗之間穿梭，這感覺好像這現在這個和談怎麼樣不清楚，萬一這和談要成功了，那還是巴基斯坦找到這個靠山好管事。胡錫進老師說，這個靠山是伊朗的好朋友，同時跟美國也能說上話，也能跟美國掰掰手腕，那的意思，美方會更重視他的意見。你說说，我這感覺好像有點是蹭流量的意思，是不是？這強行掛鈎啊！胡錫進老師说，他說特朗普雖然擺出了升級戰爭的選項，但他也表現出不想打了的另一明顯態度，而且若能盡快結束戰爭，被廣泛認為是他更願意的，
有分量的國家出來提供和平倡議。現在是華盛頓有意願傾聽可能性最大的時候。這5點倡議有幫華盛頓解套的內容：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停火止戰，也有符合伊朗利益的部分，停止的能源、海水淡化、電力等重要設施和核電站等的攻擊，就是對伊朗擺脫轟炸的具體化。有很多談判，他總覺得特朗普被套住了，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怎麼理解。明明是盧提轄是吧？拳打鎮關西，他是坐在鎮關西的身上。在胡锡進老師看來，那是盧提轄被鎮關西套住了，還想解套解不了套，我就不太理解。你要說這個俄羅斯被套住了，這可以說，為什麼？因為這個烏東4個州已經寫入俄羅斯憲法，是俄羅斯的新領土，結果他自己又拿不下，對不对？打到現在红军城都站不下，這叫套住了。你想要讓烏克蘭人走，人家就是不走，人家自己的領土凭什麼讓給你？打又打不下，他也不能說我不要了，這地方我就不要了，算了，把憲法改一下，這叫被套住了。特朗普怎么被套住了呢？他哪兒被套住了？他明天就撤軍，你也不能把他怎麼樣？怎麼叫套住了？哈梅内伊不是被送走了嗎？核設施不已經被摧毀完了嗎？对吧？被炸成那鬼樣子，人家隨時可以宣布胜利，沒毛病。也就是說，你要說特朗普被套住了，那不如說是你自己被套住了。胡锡进說，倡議的第4條呼籲確保航道安全，保護滯留在霍爾木茲海峽以內海域的船隻和船員安全，同時呼籲安排民商事船隻盡快安全過航，盡快恢復海峽正常通航。這是諸多海灣國家和進口石油國家的重大關切，也是美以轟炸伊朗，導致伊朗將海峽武器化後，美方無法破解的最大難題。好了，特朗普說能破解了，特朗普的破解辦法就是他不管了，反正我也不用，你們這個國家，英國，你們這個歐洲國家，還有什麼日韓2個印度，你們用，你們自己解決。這5點倡議因為對接了雙方當前最大的利益和目標，因此老胡認為它對雙方都有一定的吸引力，雙方認真對待的基礎。不管將來雙方談成什麼樣，但它對推動談判進程的開啟極具建設性。老胡昨天寫道，這場戰爭要停下來，美國、伊朗都需要有妥協，戰爭結局絕不可能讓其中一方絕對滿意的。老胡作為一個國際新聞領域的老司機，真是覺得眼前一亮。我強烈希望美國和伊朗及時抓住出於善意共同提出的倡議，朝着結束戰爭的邁出勇敢的腳步。這胡锡進老師很有意思，這前不久我記得他還是建議伊朗要把美國陷在中東，讓美國陷入泥塘，把美國的航母軍艦搞成几艘，讓特朗普不能自拔。今天有衷心希望美國伊朗談判。這胡锡進老師作為一個頭部談判精英也很有意思啊。老胡作為一個國際新聞領域的老司機，叫老胡作為一個國際新聞領域的老宣傳員，不是老司機。胡锡進老師是號召伊朗要跟美國對抗到底，要打到底的，要報復。結果這邊一看好像風向變了，立馬他就是衷心希望啊，美國和伊朗要談判，不能打了。這就是老司機。昨天說他嗅覺靈敏，今天說他是老司機，只能說這個老宣傳員很會蹭流量，把功勞往自己頭上攬，也最後叫什麼？最後的贏家呼之欲出。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